加入 WHO 也是重要的一个阶段，但是世界卫生大会19号在瑞士日内瓦揭幕，我国是第7度推动参与世卫组织的行动宣告失败。中共发动了盟邦，否决了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入会。我方立委代表团不满中共的言论，就在议场内大喊抗议，但被警卫架出场外。据台湾加油喊出台湾人渴望获得国际公平对待的心声。今年是台湾第7度争取进入世界卫生大会，中共副总理吴怡亲自坐镇督军，发动盟邦反制台湾参与世卫大会。我愿严正地指出，邀请台湾参与 WHO 是于法不符、于理不容、于情不合。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类似提案。尽管如此，美国方面还是表态支持台湾成为观察员。The need for effective public health exists among all peoples. That's why the United States has strongly supported Taiwan's inclusion in efforts against SARS and beyond. 当大会宣布不将台湾入会问题排入议程时，坐在旁观席的台湾立委李明宪高喊抗议，被警卫架出场外。还有台湾记者和中共官员因为立场不同引发口角。台湾两千万人你们知道吗？早就敢拒绝了。没听到会长做的决定吗？谁理你们？